新北市的三重埔昨发生一架停伫路边的白色的货车，以向北区去弄到其他3台车的事故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警方调查讲，这个驾驶伫落车的时阵，哪像就是无把这个赛道甲扣起来，毋才会造成这场意外来发生。案发的地点是离果菜市场真近，管理单位是讲，这台货车毋是公务车，有可能就是枪伤的车。路边停满货车，上头前迄一台向倒退路，弄进一台机车，搁弄一台计程车。换一个角度看，技术咧等红灯，无有警受影响，驾驶规个人趴伫驾驶座咧处理。一般会开车的人都会开拉手刹车啊，除非是忘记了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三重埔，出代志的白色货车，车衫透早5点外就停伫中正北路顶悬，警方调查。一个6岁查甫驾驶技术无求手动啊，搁一摆将车发动，就直接向后驶过去，弄2台汽车、1台汽车，好在在无人受伤。里面不是在做水的地方吗？这边都会停满，就是那种什么小货车啊、小卡车经过啊，然后就直接在那边卸货。货车临时停落来社会边仔就是三重埔果菜市场。管理单位经过查询表示，毋是因的公务车，可能是合作厂商，了后也会加强宣导。毋过，安尼事故过去都捌发生过。顶个月初，台北市才有公车弄伫脚骹，初步认定是手动啊无救。搁较早的7月，新北市也有货车，就安尼弄7台机车。专家提醒，货车、大车大部分是手救的手动啊，那离开车有好手动啊是真重要。我常常平常，反正我打空档你就跳下去了，因为想说我下去然后马上就上来，可是有时候他认为平的地方，有时候视线的这方面的错觉，就是慢慢他就往前跑。毋若用手救的档啊，自排车救手档啊，停车也可较安心。专家就讲，毋通贪图方便，为了真紧上车落车，都无重视手档啊，记者综合报道。